佢襲擊人點解咧？佢就唔食人㗎，係冇錯嗱，因為咁樣嘅，佢哋咧每年嘅年尾咧都會進入呢一個嘅休眠啦，即係冬眠狀態。冬眠狀態啦，佢每次都係冬眠之前咧就要食飽飽嘅，就似係我哋人一樣啊！即係每日咧你臨瞓覺，如果你係食開宵夜嘅，你都會心思思啦，瞓唔到喎，唔食咁樣。咁當然你要慢慢習慣，熊都一樣要習慣啊。咁但係因為今年咁多嘢食，佢都食唔到嘅時候。咁就開始有啲喺熊裏邊見到人襲擊完之後咧，甚至係拖咗入去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地方，譬如即係個鬥嘅地方，係竹林嘅地方，甚至係真係有部分嘅死者咧係有身體上面咧有啲部分咧啲肉係俾佢刺走咗，係冇咗㗎。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佢食完人之後，佢覺得自己可以充到機，甚至係進入呢一個嘅休眠狀態咁樣。即係佢發覺到人類個肉原來係可以食，因為以前佢未必有咁嘅習慣嚇，咁都幾恐怖啊！